好，第一條啦，y 5次點代表乘啊？y 2次，咁 y 5次咧就代表 y 乘 y 乘 y 乘 y， 5個 y 相乘啦。y 2次就代表 y 乘 y， 咁總共幾多個 y 啊？咁咪5加2，咁即係 y 7次啦。答案係。好，到第二條啦，y 5次再攞2次，咁2次方咧代表自己乘自己啦，即係 y 5次乘 y 5次，咁即係5加5，5加5咪即係5乘2咯。所以下次直接咁樣5乘2，咁所以答案係 y 嘅10次。好，到第三條啦 ，factorize 即係因式分解啦。咁我哋有 y 2次減12y 加36，咁見到 y 2次 y 同數字，咁我哋就要諗下十字相乘法 cross method 啦。好，咁 y 2次咧可以諗成 y 乘 y， 咁36可以諗成咩乘咩呢？咁有好多個答案，咁我要計到負12咧，咁一定要有負嘅。咁最尾要正嘅話就負乘負先會得正。咁36咧，其實你會諗下6乘6咪36咯。咁都有其他答案，但係我覺得6同6先會計到12嘅。咁我哋試下啦。咁一交叉完，好啦，咁我哋交叉咁乘啦。y 乘負6就係負6y，y 乘負6都係負6y。咁負6y 減6y咪負12y咯。咁你就會發覺呢個計出嚟嘅同中間一樣，就代表啱嘅啦 ，bingo 嘅啦。所以我哋寫翻兩個括弧，之後打橫抄啊，記住打橫抄，所以 y 減6再乘 y 減6，咁兩個一樣，我哋要將佢變做2次，所以最尾答案就 y 減6括弧2次啦。咁到第四條，咁6a 2次減7ab 減5b 2次，其實同第三條一樣啦。a 2次可以諗成 a 乘 a，b 2次可以諗成 b 乘 b， 咁交叉十字相乘完，其實你就會計到中間嘅 ab 噶啦。咁我哋嚟諗下啦。咁6可以諗成6乘1，亦都可以諗成3乘2。咁我哋諗下3乘2先啦。咁就 3a 同埋 2a。咁負5b 2次呢，咁 b 2次可以諗成 b 乘 b。咁負5呢，咁要諗成乘嘅話，一定係一個正一個負。咁我哋試下呢個負，呢個係正。咁5好簡單啦，1乘5咪係5咯。咁我哋要交叉完計到負7嘅話，咁我哋就要諗下個5放喺上面定係放喺下面，負放喺上面定係下面啦。咁我哋試咗好多次之後，你發覺呢個5應該放喺上面，1放喺下面。咁我試下交叉啦。好，咁我試下咯喎，3a 乘1b 咪 3ab 咯，2a 乘負5b 就係負10ab。咁3減10就咁啱得咁巧，就我哋中間嘅負7啦。咁所以答案負7ab。咁你發覺係一樣嘅，咁我哋就可以寫定兩個括弧啦。咁嗰兩個括弧就係 3a 減5b，2a 加1b，個1唔寫啊，就係 2a 加 b。咁就係呢個答案啦。到第五條啦，第五條9減 y 2次，我哋要 factorize， 即係因式分解。咁因式分解除咗抽嘅話呢，有陣時我哋都係要背啲公式㗎。咁見到9同 y 2次呢，其實你會諗起9可以變做2次喎。咩數嘅2次呢？咁 y 2次咁梗係 y 2次啦。咁我寫翻入去啦。9係3乘3，所以3嘅2次。y 2次咪 y 咯。咁變成括弧2次減括弧2次之後，我哋就知道條公式啦。原來3 2次減 y 2次呢，係可以變成3加 y，3減 y， 一個加一個減，咁就做完嘅啦。好，到第六條啦，18x 2次減32y 2次喎，又係得兩嚿，又係 x 有2次 y 2次，但問題18係咩乘咩呢？32有冇兩個數字一樣相乘呢？咁係冇嘅，咁我咪仲用唔到第五條嗰條公式咯。咁唔使擔心，18同32呢，其實可以抽數字嘅，抽啲乜嘢呢？大家諗下啦。咁答案呢，就係抽個2啦，因為兩個都係雙數，2乘9係18，2乘16係32。好，抽完之後發覺，咦，9同16正啊，因為9係3乘3，16係4乘4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要用中括弧啦，因為我哋有細括弧，咁再用多一括弧就中括弧。咁9係3嘅2次，咁呢個就填 x 啦。16係4嘅2次，咁呢個填4啦，咁就 y。好，變成呢個就可以用翻上面嗰條公式。咁你知道啦，一個加一個減。咁就係2乘3x 加 4y 括弧啦，再乘 3x 減 4y 再括住佢，呢個就最尾答案啦。好，到第7條啦 ，expand 即係拆括弧展開，咁我哋就可以拆括弧啦。咁負2a乘5a咪負10a
嘅二次啊，記住 A 乘 A 係 A 嘅二次。咁負 2A 乘負 3B 呢，負得正，2乘3係6，A 乘 B 係 AB。好，咁就計完嘅啦，因為 A 二次同 AB 呢係異類項，冇得計落去嘅啦。咁呢個就最尾答案。好，到第8條啦，咁第8條做乜嘢呢？ Write down the inequality， 即係不等式。咁我就睇翻幅圖啦。咁你好明顯向左啲數字越嚟越細噶嘛，見到0.30之後負數，所以我哋知道要用 x 啦。所以 x 向左呢，其實你記住個箭嘴咁樣噶嘛，咁我哋就照跟翻呢個箭嘴就細個。好啦，咁0.3照抄，咁睇下咯喎，呢個係有油顏色嘅喎。如果有油顏色嘅話呢，就係有等於嘅啦。如果佢係咁樣圈圈嘅話呢，就冇等於嘅啦。所以圈圈嘅話就一係細個，一係大個咯，就冇等於。但如果呢個就一定有等於嘅啦。好，到第9條啦，開方80，我哋要 simplest short form， 即係最簡根式，即係將開方80化簡。咁好多同學問點樣化簡個根式啊？化簡個開方啊？咁要諗啲開方元係靚嘅數字啦。咁例如開方元有冇係2啊？開方元係3。咁如果你熟開方嘅話，其實開方根本就係2次方嘅相反。2乘2咪4咯，3乘3咪9咯，4乘4咪16，5525，6636，7749，8899，其實你識㗎啦。咁我哋通常都係用頭嗰幾個嘅啫。好啦，咁點樣將開方80化簡呢？咁我就會諗成將80諗成兩個數字相乘。咁諗啲4啊、9啊、16啊、25啊、36、49。咁你諗一諗啦，咁80可唔可以被4整除啊？咁答案係可以㗎，咪80除4咪20咯。所以80係4乘20，我要諗個4出嚟啦。咁你就會問，咁9得唔得啊？唔得啦。咁16得唔得啊？咦，16都好似得喎。好啦，咁你會問 Miss 兩個都得喎，4又得，16又得，咁其他啲唔得啦。80除25都唔整除嘅，36又唔得啦，49唔得。咁我就係試呢兩個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大家仲記得啦。如果係乘嘅話呢，開方可以分做由1個變做2個。好啦，咁跟住我變咗2個啦，即係開方4乘開方20，或者開方16乘開方5。但係你發覺開方4，我哋咁辛苦諗佢，因為佢靚嘅。開方16都係靚嘅。開方4係咩啊？咪2咯。開方16係咩啊？咪4咯。好啦，咁你發覺呢，左手邊個開方20，其實20呢仲有得計落去㗎。20係咩啊？4乘5啊。所以如果你揀咗4嘅話呢，你發覺呢，你仲要繼續計落去先會計到最尾答案。所以下次大家記住，我哋會揀大嘅數字。如果有4同16呢，我哋其實呢係揀16㗎，得唔得？我哋揀16，因為16大啲，咁我哋就即刻計到個答案啦，就係4乘開方5就4開方5。否則我哋嘅話就要繼續咁樣計開方4乘開方5，咁開方4被2乘2係4，之後先會計到呢個答案。所以我建議大家唔好揀細嗰個啦，揀大嗰個16乘5，個16係大過4啊嘛，所以我哋就會計到4開方5啦。好，第10條啦，ABCD 就 parallelogram， 即係平行四邊形啦。ABCD 係叫你揾 x 同 y 啦。咁你哋仲記得啦？如果係平行四邊形嘅話，對角係會相等嘅，所以 x 喺20度。咁 y 點樣計啊 ？y 嘅話，記住啦，平行四邊形啊嘛，所以會有平行線，所以 A dot 會同 BC 平行嘅。咁 A boy 都會同 dot C 平行啦。咁我哋淨係用 A dot 平行於 BC 就夠噶啦。咁就120度加 y 就等於180度。咁就係 interior angles 同旁內角 A dot 平行 BC。咁 y 自然會計到就係60度啦。好，到第11條啦，咁我哋要用 short form，short form 即係開方啦，即係個答案會有根式有開方表示 tangent 30度。咁有啲同學即刻就篤計數機 tangent 30度啦。咁你可以背個表或者用計數機幫你嘅。